再來看這台灣新住民發展協會理事長徐春英等人呢，是涉嫌配合着中國來收集情報，而且佫介入咱台灣國內的選舉。新北地檢署是照這違反着滲透法定罪，甲伊起訴，而且建請法院甲伊重判。不過，這民眾黨主席黃國昌伊煞批評這起訴的內容充滿政治性。互法警介護，豆豆行落車，佇隊伍的上頭前就是徐春英，伊透早從一審法院對提問是無回應。徐小姐會後悔嗎？會覺得委屈嗎？伊是台灣新住民發展協會理事長，互檢方指控甲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的會長鄭金明等人涉嫌受中國官員的指示。佇2022年的台北市長選舉，甲2024年的總統大選，替特定的候選人徛台宣傳，干涉咱國的選舉，涉嫌犯反滲透法等等的罪嫌起訴，互建請判重刑。不會說老公給我們錢啊什麼的，這個該講的我就講，檢察官起訴我也不方便多說什麼，那就只能夠到法院講了啊。檢方指控因受中國民政部甲民局上海市委總統會官員指示進行造勢，檢方的起訴理由批評兩個人有向中國表明忠心，涉嫌長期配合對方收集國內的政治情報，就連中國配偶佇台灣的言論，攏互因檢舉監控，對內底得到統戰的好處，甚至有動員中國配偶的能力來向國內的政黨討不分區的立委席次。徐春英當初是怎麼挑的？那是海選。這是海選選出來的，海選選出來的變成是什麼？變成是來跟台灣民眾黨索要不分區的立委，這連客觀事實都寫錯。任何一個國人同胞，他在他的司法權益應該我們要予以保障哈。在沒有確定判決之前，應該都是以無罪推定的這一個基礎來斷定吼。捌做過民眾黨新住民委員會主委徐春英，也捌互民眾黨列做不分區的立委提名名單，即個互檢方起訴。民眾黨強調，因對專案的立場自頭到尾攏同款，只要無做推定關照，無用家己判決確定進前，就受大眾評論追殺，這等於是社會性的死亡。記者綜合報道。